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ggie。2022年喺中大醫學院畢業，而家係第3年嘅內科住院醫生。我由細到大讀書嘅時候都有一個習慣，就係中意整筆記，將一啲複雜嘅內容濃縮成一啲簡單嘅要點同埋 tips， 方便自己溫習。整完之後我又唔想浪費，諗住師弟師妹可能有用得着嘅地方，就不如分享埋俾佢哋啦。直到畢業之後做咗實習醫生，由課室走到真實嘅病房，先發現理論同埋實踐上面都有好大嘅分別。咁我就同 Gabriel 一齊將一啲臨床嘅小 tips、常見嘅陷阱總括成一份筆記，傳承俾之後嘅 houseman 都可以順利度過實習。Maggie 啊，你記唔記得咧？我哋一開始做 houseman 嘅時候咧，第一次 call 咧，個 call 機係咁響啦，夜晚又得自己一個啦，跟住好多病人一齊都轉差啦，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好啊！梗係記得啦，嗰時真係好彷徨㗎，咁勁多個病房都 call 我啦，好多護士又揾我啦，去到其實又唔係好識處理喎，個護士又望住我，個病人又望住我，我又望翻住佢哋，都唔知點算好。嗰時護士都有提議，不如 call senior 啦，你唔識搞咁樣，咁但係半夜3更喎，點好意思係咁 call 個 senior 先，都唔好意思㗎嘛。係咯，始終咧讀書嗰啲理論咧同埋實踐都有少少唔同。嗰陣時我覺得如果有前人嘅經驗可以參考咧，作為錦囊咁袋住就好啦。希望有我哋份筆記之後咧，我哋啲師弟妹面對同一個情況嘅時候，就唔使好似我哋咁驚惶失措啦。